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估计欢迎收看12月2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今年拄好是台南市外勤记者协会届满60周年，中昼开始伫庆祝会中，除了公布限量会刊来纪念这一路行来点点滴滴以外，也将会务所省落来20万，加上修学顾问当场的加码，总共20万块来捐予创世基金会。另外，会中第14届李干事票选结果，才由乡主称有线电视护理罗取进接下新任理事长一职。在协会理事长加副首席顾问等贵宾的见证之下，以生日纪念歌来庆祝外勤记者协会60周年。除了充满喜乐，更重要是一路行来保障新闻自由，让媒体以专业加良心来发挥第四权的角色。另外，协会伫理事长赖馆长任内开源节流，将会务所存的20万捐予创世基金会，加上首席顾问林玉条加码，总共25万的媒体界爱心善款，场面相当温馨。掌声鼓励一下！好，那当然也让我们创世基金会。会中赖理事长嘛正式公布由各界所赞助的60周年会刊，限量1200本作为纪念。同时由常务理事罗启俊代表接下感谢中，感谢年内所有理干事辛苦协助会务。需要公布第14届新任理干事票选的结果，由乡主称有线电视副理罗启俊接下理事长一职。未来我们的会员加入这个会。有意将来要走向哪一个方向，要哪样来协助我们的会员，让我们的协会能够有功能性更发挥，那可以创造会员更大的福利。就是将来我们可能要借助我们的理监事，我们的会员也可以提供一些意见给理监事。将来透过理监事会，我们将来开会以后来定位。重新找回91万名记者协会的精神，也创造我们的会员最大的福利。会中主要侪贵宾加民意代表祝贺，嘛再来侪奖品加礼物来摸彩动作。新闻处长柯淑芬嘛代替市长李梦燕送来大奖，和所有媒体记者伫轻松气氛当中享受一顿难得的聚餐。等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由高雄营总担婚姻甲嘉义县磐石子艺术教育剧团所共同举办的全国第1届绘本故事爱心竞赛，日前经过全国不分区的严格评选以后，正式颁奖作为鼓励。这个描写一只地鱼仔的兔仔，因为先天甲别人无同，想尽办法要让鱼仔变长，但却也是无法度达成愿望。最后转换心态，乐观接受家己的绘本故事，是得到这次高雄营总台南婚姻甲嘉义县磐石子艺术教育剧团共同举办的全国第1届绘本故事爱心天赛的金质奖。中华艺术科技大学邮保科的师生也非常欢喜，为议长的手中接下这份应邀。借着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的串联我们大家彼此就是一个学习因为已经有初赛，经过这么多场的初赛之后，那么选出里面这几位这个获奖，虽然今天人还比较少，可是之前已经一大串很多人在比赛了那这个是我蛮感动这个绘本故事爱心天赛选拔，会当鼓励大学生家里各大病院安宁病房长照机构、中度之家以及幼儿园等社会福利机构，用趣味的故事关怀老大人甲小朋友，鼓励因克服生命困境，也让学生为过程当中付出关怀甲爱心，相当有意义。但是，张山林根采访报道。另外，已经迈入第9届嘉南夜里大学幼儿教育七特名比赛，愈办愈盛大。伫经过书面的审查以后，今年高中级总共57件作品，但总有58件进入最后评比，
竞争相当激烈，已经成为国内上高规模的教具比赛。这古锥的外观设计，依照不同款的形态来呈现，有的是桌上游戏，有的结合了立体空间的概念，嘛有的是以卡片为主，而且拢是用着安全的材料所来制作的。因为这寡拢是要互小朋友耍的，所以拢爱特别注意。现场的评审也以针对学生的设计概念、游戏操作的流程、趣味程度、安全性等等多方面来做考量，希望对100多件作品当中选出上界优秀的。对啊，现在我们就跟这些可爱的小熊们一起来钓鱼吧。1，熊爸爸钓了一只鱼2，熊妈妈也钓了一只鱼呢。3种点，那孩子呢可以针对一样的点去做配对。今年呢参赛的作品相当多，高达110组。那不管是大专呢跟高中职的一个作品，我们发现有一个趋势，就是比较偏生活化。就是孩子的生活当中，他们喜欢的一个主题，为出发，所以呢，我们看到大部分的作品呢，都会探讨孩子的，比如说他像这样的一个动物嘉年华的一个主题，那就是孩子所喜欢的。那可是很特别的呢，我们发现呢，除了孩子熟悉的主题之外呢，也有一些主编他们的作品呢，可以呈现文化。或者甚至呢，可以探讨性别的议题，所以这是相当跟往年不一样。所以呢，可以说每一年参赛的作品呢，也随着每一年的社会的一个注重的一个议题不相同，那孩子们呢，他们的一个发想也就越来越更不一样。参赛选手的团康介绍能力，嘛是一大重点。透过因的示范，评审会针对因的原创性、实用性甲教育性来做分析。今年的作品普遍看来拢有相当高的水准，也显示咱国伫个幼儿教育这个区域愈来愈受重视的呈现。台南新闻网自豪采访报道。位于台南市西门路顶的民生镇区有业者为了凸显专业的形象，将原本的婚纱摄影结合美发沙龙的经营，而且主要是提供予高年龄层的查某囡仔，拢当穿得因心目中专属的礼服。根据婚纱业者表示，因伫职业的过程当中，时常会拄到父母带家己的查某囡仔来经礼服时，囡仔总是会吵着妈妈讲，伊嘛想要穿新娘衫。所以嘛，予业者拍算，予每一个年龄层的查某囡仔，拢会当完成创伫因心中的梦想，嘛，予所父母心目中的宝贝来到这个空间，就亲像拍开潘多拉盒仔同款，内面充满侪侪甜蜜甲浪漫。一般的家长他想要帮小女孩准备一些比较特别的礼服，他一般都要到摄影公司去找。可是摄影公司他给的衣服都是小花童的衣服，他很难找到一些特别，然后脱离花童状态的服装来让小朋友穿。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帮小女孩0岁到12岁，国小6年级，身高140公分以内的小女孩来帮她设计一些属于她们的礼服。有一个团队就是专门在设计小女孩的衣服。那我们这里所有的衣服呢，我们都是我们公司一针一线，就是设计师每一个想法把它组合起来的。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就是希望每个家长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最好的礼服给你的小宝贝。那摄影的部分呢，我们就是希望它拍起来很隽永，他希望它是一个以后你看到它会觉得很甜很甜。你看到你的小孩的照片会觉得很喜欢，很欣喜，觉得你的小宝贝真的太可爱了，真的你的小宝贝真的太让你看了就觉得很窝心。我们希望看起来就很自然，不要失真，然后不要他是一个别人的孩子，他就是你认识的他。业者不止完成囡仔的梦想，嘛满足了父母的成就感，而且每一件公主礼服拢坚持一针一线，全部拢是专属于设计师的设计制作。更担心的是，业者佮规划发型沙龙，将婚纱结合美发的复合经营，同时透过专业的摄影，和小小公主留下美好回忆。第一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过后，再来关心新农林的专题报道。
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相信听众菜车的朋友听到一斤45的龙胆石板，恐惊脚背袂落手。不过只要去过渔民过准位的气温，看过饲鱼环境甲做法，相信会感觉买了真有价值。现在除了是回故乡打拼的少年人，嘛是政府所辅导的新农人。现老活跳跳的石板就对啊，哦，唔是，其实阿伟啊，饲龙胆石板的动作也宠物，不是爱关心伊的健康。除了评估伊上界适合这款用棒啊做成的箱啊来饲，加上你这10天来观察，更互伊成为石板医生共款，会当分析伊的心理状况。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因为它是属于警戒型的，就是说它会把它的腮部张开，然后它。如果其实像它比较镇定一点的话，我都会把它的眼睛遮起来，然后它会有时候它就会比较缓慢，它就是会腮部的话，它会再缓慢的，就是给它合下去，但是也不一定要看这只鱼的那个心理状态。世界青年郭俊伟坚持赶草不用除草剂，为了保留原始的生态，互鱼啊上界适合的水源。其实嘛，参详要拼出一片天，伊下加一片1.3公顷的鱼温，不只要维持顶一辈辛苦奋斗的产业，更有创新的活路。96年初退伍，当时才26岁，伊嘛伫厝内斗3工，只是也以电子公司的头路为主。一直到接触龙胆石板以后，才转换心境。加上伊爸爸过身之前，一句唔通放弃事业的委员，也互伊决定承接家团。当然，万事起头难，过程中经历风台、水灾等惨重的损失以后，犹原坚持迄份热情。先做好鱼苗外销的本业，以拍断手骨练得用的精神，不止10天后超过20倍外销产量，更突破传统方法来经营副业，开创养殖新时代。跟一般的养殖啊，最大的差异是说，我们采取比较低密度的养殖模式，因为我们现在养在这种箱网养殖的模式啊，它会让我们比较方便采收。可是好玩的一点就是说，有时候老一辈问我一个问题啊，少年呢，你养爬蚌啊不？可是我跟他说，拍谁我不要爬蚌，我当狗一样的呀。那有时候老一辈他不懂我在说什么，可是有的很多来到我现场，他看到我在操作这个模式的时候，说，真的或就是不用撒网，对消费者来说，他会得到说他在一般的销售通路所得不到的一些体验。为什么？因为主要我们从这个养殖模式养出来的鱼，那个安全健康，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是最基本的。在伫营销经营里中，只要对石板好的，不管这的饲料、空压管理等付出拢无计较成本。就希望掌握外销以外，留伫鱼温大约1成的石板，拢当得到消费者的信任。当然，高品质上好印证，就是食品安全危机一发生，伊的订单明显增加。那唔惊有人随时要来看，甚至也会主动邀请客户，看到伊对鱼苗养成、分级、水产加工一直到行销，拢是一手包办。而完全负责结果，就是甲摆伫菜市仔鱼仔无共款。其中投资负30度的快速冷冻，传好方便每一个人客煮食的分量，大小加适合的介绍，上界大心。像我妈以前都会去买那个
就是一整只的，然后回来再自己处理。然后它其实这边就已经就是分切处理好，而且它很注重保冷这部分，我们就觉得很安心。然后它的肉质就是很 Q 弹，就是不管是煮汤或是煎都超好吃的。得到消费者肯定来发展这套经营模式，虽然才第3档，不过伫农业局的辅导，对咱产品取得台南上市标准等安全品质认证，嘛加入社区菜市场伫台南稳定的通路行销，甚至核选农委会第3届全国8大青农，写下骄傲一页。今天我们生产的这一条鱼，可以对消费者说，做出很多的那个保证跟那个负责任，因为这是我们辛苦养出来的鱼，在我们这个学甲的土地上，我们有一些想要完成的事情。那他除了传承他父亲留下来他一个龙胆石斑鱼苗的养殖以外，一个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因为龙胆石斑消费者的客制化的。提供消费者客制化的一个产品，提供给消费者，达到一个整个双赢的概念，这让人感觉真感动。为了郭俊伟作为开路先锋，希望当带动更加侪少年人才愿意回乡，脚踏实地用团体战来活化农村，再现农村希望。但新闻管制郭博义专题报道。因为关心医疗的相关资讯。咱人若欠体质，包括女性有心对体的需求增加，起来是胃肠出血、月经期间出血上侪等等原因。不过经过研究，其实男性甲天经妇女若是有欠体的并发，大约有6%到12%民众是有可能患得胃肠相关的癌症，所以一定要进一步检查。缺铁性贫血的镜头包括容易疲劳、会喘、头晕等现象。对女性来讲，有心也则是月经过后，拢有可能造成这款的镜头。不过，医师提醒，已经停经的妇女，若是出现缺铁性贫血，就要怀疑是不是肠胃道的癌症所造成。在成人男性以及停经后的妇女，他们如果有缺铁的状况，那通常就是来自肠胃道的血液流失。在育龄的妇女，她有可能是因为月经的流失而造成血液流失，进而造成缺铁。但是没有月经流失的这群人呢，我们就会高度怀疑他是因为肠胃道的慢性出血而造成缺铁的状况。那进一步缺铁之后，会造成我们体内造血功能的低下，而造成贫血的进一步的恶化。因此，对于缺铁性贫血的人，那成年男性以及停经后的妇女，我们都会怀疑是肠胃道有一个恶性肿瘤存在。那根据文献的统计，大概有6到12% 有肠胃道的癌症。那所以我们会建议说，不管缺铁性贫血的人，他的粪便检查到底是阴性还是阳性，我们还是会建议做上消化道内视镜，就是我们说的胃镜，以及大肠镜的检查。缺铁性贫血除了靠铁质补充以外，新的男性甲停经的妇女，更需要做消化道内视镜的检查。而女性伫经过老实过节以外，若是有胃肠的问题，也建议做胃镜，也则是大肠镜检查，才会当确定原因，以提早预防治疗。但新闻站上何乔邦采访报道。随着气候广告影响，未少人拢知影食到冰的物件会感觉酸痛，就是喙齿会较敏感。不过医生表示，其实包括过度使用、暗时抹牙，拢可能互喙齿变酸，造成酸软无力。所以医生嘛强调，若伤过严重，喙齿有可能随时会断去。所以提醒民众有相关的镜头，一定要赶紧找医生，找出真正原因。有不少人伫咧食到较冰，也就是较甜的物件时，喙齿感觉会酸会痛，拢会认为是敏感性的喙齿。但台南市立病院齿科部的医师表示，除了珐琅质受损造成喙齿敏感以外，裂齿症也有可能让喙齿变得酸软无力。裂齿症的话，其实它主要就是因为牙齿本身呢产生了一些缝隙。那这些缝隙呢，造成了一些冷热刺激，或者是说甚至食物的一些酸的、甜的刺激呢，都会引起牙齿里面神经的一个不舒服。那它的症状通常就是敏感，譬如说他吃到一个冰的东西，他觉得不舒服；那或者是某个东西硬的东西咬下去，他会不舒服。他这个症状很有可能就是牙齿有裂掉的症状。哪些人比较容易呢？通常就是他
咀嚼力量比较大的人，咬合力量比较大的人，那或者是牙齿呢本身比较脆弱的人，那譬如说他本身有一些牙齿已经就是酸蚀就是他比较喜欢吃一些酸的东西，造成珐琅质的破坏，或者是他牙齿磨损的比较厉害，有夜间磨牙的病人，或者是喜欢吃硬的东西的病人，甚至有一些爱吃槟榔的病人，他可能都会造成一个珐琅质的破坏，或者是说牙齿的过度受力，造成这个齿裂的状况。医师表示，裂齿症的患者会当用牙套加上咬合板来保护喙齿，避免继续损害。但若是上严重的，可能必须透过抽神经来解决问题。所以医师提醒，喙齿酸软时，上好也是要经过医师专业的判断，才袂错过治疗时机。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好天有时最云天气，温度18度到22度，未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12月27号的中港台电新闻，咱再会。